台湾文化咸酸甜，本土乡情出头天。你咱小敬爱来天，无语残园水歌青。锁仔相机牛无伴，路空小条，酒牛仔条，有求必应四季春。朋友后会车倒转，伊也来坐，大树下东风吹，灵也是咱的，是阿公讲过的话。大家食饱未？食饱趁熬早，听台语学台语，大人囡仔拢欢喜。欢迎收听台湾文化咸酸甜。干巴嘞，干巴嘞，干巴嘞，伊的歌声来来回。干巴嘞，干巴嘞，干巴嘞，将朋友传到满世界。恁好，我好。大家拢爱逐工欢欢喜喜无烦恼，欢迎空中的好朋友再次搁伫每一个礼拜日的暗时7點收聽惠陽為大家主持的台灣文化咸酸甜。咱這個節目是文化部影視以及流行音樂產業局補助，專門去廣播電台製作。今仔日的節目當中，這個個啲嘅俗語故事、熱氣啦話，閣不止啊濟呢。也若是說笑傳無語，培養好喙水，有新七角色嘅囡仔兄鄭漢玉、鄭漢玉、鄭雲光、鄭雲光、囡仔姊林之玉、林智玉、謝雲軒、賈雲宣，摕到台南市第2名嘅新市母米台。互囡仔試一個佇空中用廣播劇的方式來分享因學母語的成果。府城小花蕊的這3個姊妹要用這句豬母牽起牛耳的俗語，透過因佇生活當中趣味的對話，邀請到咱線頂的好朋友，趕緊講對因學台語，對歌聲玲瑯說。這首向陽詩人的文學歌詞，跟上林老師演唱的搬布袋戲的幾乎，真有現代人的生活故事。歡迎咱大家招伴做伙來聽哦。既然是講到豬，真濟人差不多攏會想到這隻豬八戒。所以惠陽即馬就來講一個這隻豬八戒的故事咯。若要講到這隻豬八戒，伊原本是佇咧天庭統領10萬天河水兵的天蓬元帥，天蓬元帥吼。這個天蓬元帥啊，因為佇蟠桃會酒啉一個傷濟，嘴甲馬西，煞去喜人人過江的仙女嫦娥。講到這，大家敢是有淡薄仔印象吼？其實若要講這個故事，咱得愛根據中國古典神怪小說4大名著之一吳承恩、吳承恩伊所寫的這本《西遊記》。自從有這本冊開始了後，佇中國甲世界各來的所在，攏真流行。這《西遊記》翻作各種的語言，世界的扮演。包括咱台灣，家家戶戶、大大細細，差不多攏知。其中孫悟空、唐僧、豬八戒、沙悟淨，這內底的主角，閣有內底的戲劇《大鬧天宮》、三打白骨精、孫悟空三招芭蕉扇，一段一段的故事，互咱留了閣再留，安怎看來攏看袂厭。幾若百年來，這部《西遊記》互改編做真儕種的戲劇、電影、電視劇、動畫片、有漫畫、紅仔冊等等版本，會使講真多元化。
毋知咱听众朋友对这款的演出较有兴趣咧？来，咱故事搁好刷落去哦。来讲到这只酒醉吴大师的天蓬万岁，套一句即马咧讲的现代话，就是甲人性骚扰。这性骚扰是依照性侵害犯罪以外另外设的一条罪，这就是咧讲趁人无注意，无法度抵抗。你甲人揽、甲人起诉，或者是乌白摸人身躯，这是有罪呢。所以咱都唔通做这种代志嘿。来，故事搁好刷落去吼。这做唔着代志的猪八戒，服玉皇大帝啊，真受气。这玉帝呢，就甲伊拍落去凡间，变做人的身躯。猪下面，搁有一对大大鱼。讲到这个猪八戒落入凡间。这感情的结束，嘛是对伊的个性在行。老弟的啊，少年煞，互两位去招，一个是互人招去某里这引导，第二遍是高脑庄、高老庄。未就经过观世音的开示指点，拜东山庄为师，陪同处会真紧了后的猪八戒，因为伊真皮，佮足爱耍。这爱耍的心这么重，猪个性佮带调咧，怎个互人封做净坛使者、净坛使者，嘛号做天蓬使者，做伫咧释迦牟尼佛的部下，负责享受一切人世间做功德的供品。在《西游记》这本小说当中，因为这只猪啊，伊的兵单、使者，佮有猪个性。有但是啊，佮有好呆的行为，总是互因师徒陷入在困境当中。这部《西游记》的故事，在节目当中，费用嘛提出来，甲咱的空中的好朋友来感受一个汉藏文学的水啦。武侠小回绿。招恁讲俗语，欢迎收听武侠小回绿，招恁讲俗语呀。阮是武侠小回绿。生做是古水啊，好吹水，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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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恁做伙来讲俗语，台湾无语真正水。大家好，我是武侠小回绿的大姊谢天意，我是武侠小回绿的二姊谢晴雯，我是武侠小回绿的上高姐细老爸姊维维啦。话若要讲透机，俗语就讲袂离啊，死哩！今仔日阮三姊妹啊，要来甲大家讲一只猪甲一只牛的故事啊。话讲甲这个牛墟，也就是牛仔咧买卖的市场。有一天，有一个人看到一只牛来到牛墟，准备要来卖一只牛。伊来到牛墟了后，才发现啊害啊！今仔日这哪会拢无半个人啊！我牵牛要来卖，是要卖互啥人啊？规个牛墟，敢若伊一个人尔，所以伊就感觉非常的稀微无助啊。就伫这个时阵，远远的所在有一条人影出现了，是你。牵牛的人看到有人到位，心肝内感觉非常的欢喜。伊想讲，总算有人来做伴路，是的。这个人愈行愈晚，愈行愈晚。雄雄牵牛的人看到这个人，不是一个人。鸟话啊，
啥物啊？这个人啊，不是人，啊无是啥？喂喂，啊只是讲，不是一个人，不是讲这个人不是人，是的，是这个人愈行愈远，牵牛的人看到迄个人，伊的后壁，佮看到一只猪母啊！是的，一只猪母啦。啥物？甲猪母牵来牛鱼，安尼甘对？这边讲，当然嘛是唔对。是的。哦，恁三个姊妹啊，真正有够厉害，佮会晓念歌调、讲故事哦。因为阮对老师学，就会加减啊猛练猛算啊。老师啊，猪母牵起牛鱼，敢会使啊？若要讲到这，猪母牵起牛鱼，老师即马就讲互恁知，咱台湾以农来立国，做些人拢爱靠牛斗做工课，所以这牛伫咧咱大家的生活当中是足重要的劳力。若是讲到这个牛鱼，迄是较早牛食咧买卖的市集，就是亲像咱即卖露天市场、夜市啊，一寡无爱搭边仔的菜市啊。毋过较早的牛鱼，简单只有牛仔咧买卖尔。啊，若担咧拍种的猪母，应该就爱牵去到迄个人迄有饲猪仔的猪高条去配种。结果，这个人甲猪母伊牵去牛只买卖的牛鱼，迄当然讲嘛是牵毋着所在去。牛鱼是有一定的时间咧举行着牛只买卖的市场。若是咱甲猪母牵去牛鱼，用伊的意思咧。比如，就是讲事情跟实际的状况不符合，所做的代志无法度达到咱预期的成果，也就是讲办事啊，一定要行对路，用对的方法。这猪母牵去牛鱼，也就是咧讲，甲两项无牵连的代志，种加参做一伙，就是咧批论一个人讲话。或者是做代志，总是会偏错，忽唔到对象，这卖互人笑甲会半倒哦。哦，是安尼哦，安尼阮知影，感谢老师，有机会继续收听。好声，喂喂，也袂啦，哈，喂喂拄只讲的话伤少啊啦，只有是的尔。继续就互我来讲啊！喂喂，啊无安尼啦，今仔日的囡仔歌谣，就互你来表现，敢好？好啊！今仔日阮讲的俗语就是猪母牵去牛鱼，是毋是真有意思呢？搁再煞了，阮就要来教大家念趣味的囡仔歌咯。要来分享的这首。红菇粿是王金选老师写的红菇粿，互我心念一遍，互大家听。红菇粿紧来买，无下走去买一袋，用加刀加两袋，一袋送餐的，一袋送草鞋。再念一解哦。红菇粿紧来买，无下走去买一袋，用加刀加两袋，一袋送餐糜，一袋送草鞋。咱来听这首王金选老师的红菇粿。
去买一块，连加多加两块，一块送田螺，一块送草虾。今仔日要介绍的囡仔歌《红玫瑰》，除了有王金选老师写的《红玫瑰》，阁有我知，阁有另外一首哦，敢是林心智老师写的《红玫瑰》对无？对啊，是林心智老师写的。即摆我画画来念啊哦。红玫瑰，红红紫玫瑰。放伫刀顶尾，囡仔四界吹，爱食红玫瑰。咱搁念一届哦，红红紫玫瑰，放伫刀顶尾，囡仔四界吹，爱食红玫瑰。咱即集的府城小花蕊，招恁讲俗语，除了有猪母牵起牛耳的俗语。阁有好听的囡仔歌《红玫瑰》哦，阮姊妹仔念，恁嘛懵懵啊对，台语就会轻松学起来哦。咱搁来读一遍，今仔日的俗语是：猪母牵起牛耳，猪母牵起牛耳，念了搁唱歌，大家好啦嘛，笑哈哈，笑哈哈。嘛爱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府城小花蕊。招恁讲俗语呀，是的。36母语，母语讲好去。咱36母语讲好去的单元，要来教咱听众朋友来讲俗语。这家己有关系的俗语是真正有够多。费用就先来讲一句：一日盐高低，高日无低盐；一日盐高低，高日无低盐。咱顶一集有讲到牵猪哥的头路。嘛有盐猪的工课咯，这个工课咯，就是爱甲猪仔的骨仔煮伊的子孙代，淡淡的搞完，甲伊起势，互猪哥无法度拍种。这腌过猪肉食起来口感嘛较好，肉质嘛较优势，你大嘛较紧，所以有腌过的猪仔，伊就会较老实、较温顺，特别黑白种。唔只爱有盐猪的工课，咱即马咧讲的即句一日盐高猪，高日无猪盐，即句俗语就是伫咧讲，从事盐猪的人，有时阵伊一工有法度盐9只猪，有时阵9工无半只猪通互伊盐，这嘛是咧形容讲工课无稳定，或者是咧做生意的人收入无照稳呐。费用举一个例来讲，念太路的王啊，伫即阵景气真歹，舌头无介招稳，嘛会使讲是一日盐高猪，高日无猪盐。有当时赶工是做甲3更暝半，有时阵无舌头通做，应该是掠杀无相加。这安尼来做批论，咱听众朋友敢是更加了解咧。若讲到这盐猪，阁有台语的四句联：碰到地命落崩死，一个烟道就要起，或甲老火阁老弟，也着提钱倒贴伊。除了有一句四句联，这明朝皇帝朱元璋，伊嘛有亲手写对联，双手破开生死线，一刀挂断是非根。用到这四句联，含朱元璋的对联，
咱会当感受这炎底的空气咯，嘛是一种艺术啊。刷到费用来讲一个特种行业因的俗语，这句俗语就是大滴入低调，大滴入低调，这是基理户，就是咱华语咧讲的厂寮妓院、妓女接客的所在。这妓女接客的所在嘛，有人讲做卡烧间啊、探食间、暗间啊、标间、会间、查某间。这探食的查某人，就有人讲做徛壁的妓女。这句俗语是伫咧讲，看到嫖客入门，因就会讲大滴入低调。这讲的大滴，记的就是戆大滴，或者是肥滴，嘛是咧讲有钱的傻瓜啦。费用也捌去过，迄是电视内底看到的。人因到底是安怎甲因卖村的人客咧讲，还是咧批论，咱就毋免去苛刻咯。这是要互咱的听众朋友了解厂寮妓院台语的讲法，就是安尼啦。这出卖肉体趁食，较早拢是查某人，即马时代演变，嘛有查甫的猛男。这挑查某人的苦苦，嘛无咧软的呢。讲到开查某，就是去卡烧间啊啦。上惊就是去念着传染病，这传染病所记的就是花柳病、梅毒、菜花、北极等等这的性病。而且尾唱阁有一句：CD 无胃疼，嫖客无。而且阁会有一句：CD 无胃疼，嫖客无胃生烂疮。这是伫咧讲 CD 啊，伊毋惊滚水安尼甲烫。这循花运流的嫖客。都敢去查某间啊，伊就无咧惊得到性病。这嘛是咧形容来者不善、无咧顾虑后果的人啦。什么代志拢敢去啊？过来这猪的俗语，阁有一句：毋捌捡猪屎，拄着猪老屎；毋捌捡猪屎，拄着猪老屎。这句俗语是伫咧形容讲运气真歹，运气无好呢。头一届出师，就去拄着困难。咱若是咧食头路，有去拄着歹剃头的工课，袂要紧，用心聊聊去甲摸，豆豆去甲找看问题的所在伫倒位，嘛是有法度甲工课完成啦。也若是要做生意的时阵，你若无两步七啦，无了解市场，拖咧想要去做，你就甲做。这时阵有可能关心你的人，会甲伊的经验用这句毋捌食过猪吧，嘛捌看过猪行咯。这就是咧讲，虽然毋捌见过世面的人，嘛是爱了知影一了解字。这是咧形容讲，做人加减嘛爱有淡薄家己的见识。这是咧劝劝人做啥物代志，爱想看卖，袂使话要做就要做哦。猪的俗语，阁有一句：死猪专家福，死牛专家乐。古早时物资有较欠缺，饲猪若是猪仔死去死翘翘的时阵，要是会当抬来食，规厝内的人就有口福。但是啊，所饲的牛若去互死去咧，兼这只牛替咱犁田、抾车做农事的工课。全家伙啊，就爱母家搁较忝，更加辛苦劳碌咯。也若是这句我山山帮，我壁壁倒，我低调就死猪母，这是一句世界热烈的形容俗语哦。我山山帮，我壁壁倒，我低调就死猪母，这是咧讲一个人的时运无好，真歹，要甲落地。倒霉到透顶，什么人若甲咪做伙，佫会受伊牵连哦。所以这句话就是咧形容讲，迄个人运气足歹诶，你若去磕着伊哦，就会带衰尾哦。若来讲到这句，猪毋肥，肥伫狗，也是猪毋大，大伫狗。猪
猪唔肥，肥伫狗，也是猪唔大，大伫狗。即句较早较重男轻女的时代，有真侪人用来怨叹家己的查某囝比后生搁较强。伫即摆的社会，虽然有人咧讲着男女平等啊，但是嘛是抑阁有一寡父母对囝儿逝世的寄望嘛是有差的，所以毋则会有人用即句俗语咧形容伊的囡仔有无共的成就。惠阳就用一个故事来讲，互咱的听众朋友来分享。譬如讲，海伯啊生一对后生，一对查某囝，两个查某囝拢真熬读册，嘛读到研究所毕业。两个后生都无共咯，一个是国中毕业，一个是高中毕业。见人甲海啊学了，讲伊的查某囝遐熬读册，真有出头咯。海伯啊就会怨叹煞喙讲，唉。猪唔肥，肥伫狗。刷落来，咱搁来讲一个什么会合作？摇人无才，摇猪无台，摇人无才，摇猪无台。这就是干那看一个人的外表，咱就会当去了解迄个人的个性。这做人若是超潮无才，做代志就袂定步。若咧讲到摇猪咧。这行路摇来摇去，行袂知的猪啊，健康一定有问题。这当然都唔好摕来食咯。即马咱的食品检验拢有咧把关，应该袂阁有迄破病猪咧做加工的食品啦吼。最后，咱来讲一个譬论，一个人真容易受到周围环境影响的即句俗语：戏馆边的猪母，袂分晓嘛会拍破。戏馆边的猪母袂分晓嘛会拍扑，戏馆边的猪母袂分晓嘛会拍扑。这是伫咧讲，即只猪母伫咧戏馆的边啊，一个久啊，袂晓分囡仔分晓，伊嘛会对人拍扑啊、拍节奏、打拍子呢。关于猪的俗语，敢是有足侪丰富的知识，嘛有真侪咱教育的意义啦。马上就摇动那个神秘武器。珍惜咱的故乡，疼惜咱的囡仔。我是电影《不同的奇幻旅程》的导演林福清，我伫闸门溪电台祝福咱的土地。相信不怀疑，快乐不到无就是你。说笑传无语，培养好喙水。你咱大家喙水好，甲人半烂交陪免烦恼。咱伫这集的说笑传无语，培养好喙水，邀请到的是新竹国小的囡仔兄郑汉玉、詹芬光，囡仔子林志玉、谢芬酸，这几个囡仔用着校园健康促进的神奇猫咪台，互咱空中的好朋友来听一个用广播剧分享因学母语的成果。咱即马就做伙来收听新竹国小的神奇猫咪台。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你有啥无？我是新市国小上古水高演导的曾元光、张芬光。伫新市猫咪台，我演的是真演导，我是真正有演导，毋是咧调教哦。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市国小的囡仔子谢云轩、谢芬酸。我伫新市猫咪台内底演的有护士阿姨、靠背甲演导的同学哦。闸门溪广播电台大朋友、小朋友，我是新市国小的囡仔兄郑汉玉、郑汉玉。我伫新市猫咪台内底演的是录影记者吴爸母。大家好，我是台南新市国小的囡仔屁林志宇、林志宇。
我的名安尼念，毋知对毋对呢？伫星期猫咪台内底，我安尼是采访记者啊，毋是，是记者啦，采访记者李金鸾。星期猫咪台。学校的健康中心内底，一个啊对一个咧蹦体重。雄，毋是我，这哪有可能是我？我是世界第一演，跳啊是无半圈。大家讲恁的真缘投，哪会变真大只？牛只新冠蹦体重是啥人伫遐叫吵？歹势，看即种体格。刘德华甲金城武拢无我遮漂泊，这无啥撇步，当然就是控制饮食甲充分的运动咯。安怎卖对我上过杀心？因为我是未来的超级巨星，哈哈哈！这时阵有一个拍着摄影机的少年家，甲一个摕麦克的水公牛啊，哪行哪拍拉梁。大家好。我是猫咪台上佳高水有人缘的特派记者李金鸾。是啦，这位姑娘叫做李金鸾，那我号做乌爸母。阮双人是星期猫咪台的乱舞双人组。啥物乱舞双人组？咱两人做阵也着一支小雨伞，小姐，咱即马毋是卡拉 OK 随你唱，是来采访校园社区。有办啥物健康活动，也是发生啥物趣味的新闻大代志。哟，今仔日起毛真心情真好，一要做采访，毋是主持卡拉 OK 随你唱。对啦，你拢甲我美丽名念毋对，我说李世明的李，真假的真，受过乱起的乱，常常甲人叫李真乱，互你乌爸母。观众朋友拢当作我有影真够乱呢。我说乌啊白，武官的武，大家拢嘛叫我乌爸母，安尼讲较好记，嘛特别亲切，是毋是？莫会过乱啊！紧甲工课做好势，才袂互 boss 细念。是，你看头前一人伫遐咧做运动，看起来真有办的，咱过去看卖。这两个人一面讲一面行到新市国小的学校，看到有人伫校园内底咧运动，因随过去做采访。弯毛、土毛、尻川对咧摇，这2、3、4惊着无代志，一箍若推，连面着出代志。双手举悬悬，身体健康莫超凡放空，心情照轻松。骹手身躯拢来人叮当，超凡放空，心情照轻松。做体操真无聊。哪有人亲像因兜摇规工拢袂忝？有影呢，凡是因为伊爱运动，加上因兜的人搁注重饮食，莫怪伊的阿公回头啊食甲85。西哥美丽，恁大家好，我是新市猫咪台特派记者李金鸾。听讲新市这个所在重视生活品质，注重身体的保养。请问一下，你是拢做啥运动？安怎保养？讲互你捌，毋免互你目头夹，等下头鬃拍夹。嘿啊，问因台就对啊。大项来，这个内项的。身体若要爱健康，逐工爱运动，食食爱控制。请教一下，做运动敢会真麻烦？敢爱开钱？免，亲像阿公食甲85，逐工顺两步顺煞行路做运动。身体健康，城头啊旺，大家嘛拢叫伊上界勇敢的王伯公。什么王伯公？什么王伯公？上界勇敢的王伯公啊，王第七声的王，但是有单声囡仔，因咧念的时阵，若有加即个声母个放入去，就变个王公，就变王伯公，就是王德王，看这个王生旺盛，还有傻傻的王个这有单声囡仔若伫咧听的时阵，若听无好势，会念毋对，伫遮来做一个说明。无啦，王伯公明明就是王伯公，面仔红高赤齿，
行路有风，不是嘛满面春风。是哦，恁阿公顺产园行路做运动，安尼当然免花钱，着趁健康。阿公阁有特别交代阮遮的囝儿孙，若要脚上手人，会行会走，除了买我，着爱好好啊活动。上界重要就是减少高脂肪、胆固醇的食食，嘛爱注意盐分两倍一个，摄取拄拄好就好，拢袂使过量。阁有啦，去食寡阮阿嬷上爱煮的五穀杂粮。有筋甲饭的菜色，毋通暗时通食个饼宵夜。加食寡五穀杂粮，有筋甲饭的菜色，根茎类的食物就是筋甲饭。莫做西食鬼，暗顿搁加点心。西食鬼有第五声的西食，咱嘛有的所在会讲杀食、贪食。这就是华语咧讲的贪吃。鸟话啊，你讲甲乐乐长，讲遮紧，听众朋友定定是听甲雾煞煞。胆固醇、高脂肪的好食物减食寡，盐分两倍一拄拄好。加食寡五穀杂粮，有筋甲饭的菜色，莫做西食鬼，暗顿搁加点心哦。敢若地豆油，无得看。我爸母今仔日食真讲呢，讲了对人。讲则咧讲，阮嘛是伫运动场等我要甲伊拍球咧，再会，拜拜咯。撒由那拉。咱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原来要互身体健康，伫生活中的食食爱控制，按顿上好8点正经食，点心宵夜会当莫食着莫食，贵民嘛爱充足。逐工做运动是小太咱食伫腹内力量上介好的撇步。亲像王伯讲啊，食甲85，就是逐工运动行路，无怪会食遮侪岁啊，阁会参咱做伙去唱歌，世界游览佚佗拍走。我是上界高水，有人缘爱表演的喵咪，喵喵喵！新奇猫咪台特派记者李金銮。我是骨力拍拼内草内活的大水牛，毛。新奇猫咪台摄影记者乌爸母。阮双人伫新市国小两部卡采访报道，新市猫咪台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和谐。咱后一回再会咯，拜拜。今仔日的新市猫咪台是新市国小伫咧参加台南市高中以下促进校园健康主办的电影比赛。拄则咱听众朋友伫咧收听这几个囡仔咧讲的时，敢有感受到这个囡仔因的诚意，甲听出因的自信呢？这除了有健康概念的宣导，嘛有母语口语的传承，真正是望达减洗裤，一减二顾。是台南新市国小的所有的老师，伫咧执行母语教育的当中。大家互相合作，用心看教，引导出每一位学生的表演才艺，更加是口语训练上界实在的成果。赞分羹、食分酸、订汉药、练地牛，用拍微电影的方式，透过空中，甲因学到的口说技巧，讲互咱的听众朋友来听。真正爱感谢着新市国小足甘心的啦！对歌声玲珑细，对歌声优美的旋律，使你去找找故事中的画面。对歌声玲珑细，飞扬咧带领大家来欣赏。向阳写的这首满布地鱼的制服。有一年，庄内伫做天的公司。即马就互惠阳先来甲这首歌的歌词念互咱的听众朋友听。满布地鱼的制服，迄一日阿姊倒转来。带眼前水果，带真济好食的物件。阮上喜意的
是几乎爱人的迄身布袋戏红啊。有一年，正日天公生，公厝的拍七仔场，掌中戏团做戏拜天公。阮最爱看的迄身为江湖正义走状的布袋戏红啊，几乎就是掌中剧团搬布袋戏红啊的头师。迄一年，政府的剧团来整理公演，锣鼓声中，西北派拍到东南派。阿姐迄时也是17、18岁的姑娘，17、18岁的姑娘，有一日走去戏团找人师的头师，叫声柔语，东南派拍赢西北派。爱看布袋戏的阮，只不过知影东南派是正人君子，只不过知影西北派是妖魔鬼怪。阮未了解，东南派那就一定拍赢西北派。时常听着阿姊的阮，菜上软心肠的阿姊就是东南派，菜上戏人的头师就是西北派。阮想袂到，东南派哪会和西南派讲好？迄一年，头师变济夫，阿姊转来的时阵，带了真济戏红啊。阮问阿姊，东南派有拍赢西北派无？阿姊笑一下，目屎忽然淋落来。有一天，阿母带阮去姐夫因兜看阿姊，讲是两人冤家。阮问阿母，东南派是毋是属乎西北派？阿母笑一下，目屎刷呀淋落来。看到姐夫挖头做伊去，阮骂西北派妖魔鬼怪无良心。看到阿姊咧头无讲话，阮笑东南派正人君子欠勇气。想袂到姊夫和阿姊忽然好起来，冤家到尾仔煞会变亲家。阿母欢喜扫阮的头，讲阮就是迄身为江湖正义走状的布袋戏红啊。这搬布袋戏的姐夫，向阳社的时，伫简上林老师，伊嘛有介意用做布袋戏的姐夫，搬布袋戏的姐夫，这搬嘛会当用做布袋戏，所以有的人伊会笑搬布袋戏的姐夫，有的人伊嘛会笑着做布袋戏的姐夫。伫这首歌曲内底，运用了北管、南管，阁有民间小调、布袋戏、原住民、歌戏，才无共的音乐。除了保留着咱台湾传统音乐的精神甲特色，透过新台湾歌曲的创新，规首歌曲互人听起来，袂输坐恁音乐厅看戏剧、听歌嘅。这享受艺术上界赞，真正是有够赞的一种品味啦！咱来听这首结合台湾真济音乐，简上林老师演唱的搬布袋戏的姐夫。做天的公生，掌中集团庙前做位拜天公，阮最爱看的
就是咧迄身为江湖正义走总的布袋香啊！若讲到这句是戏团的头师，迄年这句的戏团来讲演，锣鼓炮声，都讲剑影，西北派拍倒咧东南派。阿姊是18岁姑娘，走去戏团找着人伊的头师，轻声细细，美丽又可爱，东南派。拍倒西北派，迄时爱看布袋的阮，听人讲东南派是正人君子，袂乱来；西北派是妖魔鬼怪，真厉害。正人君子一定会拍赢妖魔鬼怪。时常听着阿姊的阮，有伫想，两心肠的阿姊就是东南派，人戏红的头师正是西北派，东南的阿姊正在大战着西北的头师。想会到，爱情的力量真伟大。正人君子也会爱着妖魔鬼怪。东南西北两人讲好谈恋爱，共同创造着幸福的将来。一年头西变姐夫，阿姊转来的时阵，带着真济喜红啊，互阮算。阮问阿姊啊话，东南派敢有拍赢西北派？阿姊可笑一个。目屎刷来连落来，
日日，阿母带着阮去姐夫因兜看阿姊，讲是两人相骂去冤家，阮问阿母啊话，东南派敢是输予西北派？阿母苦笑真美，目屎同款连落来。看着阿姊，阿姊刺头毋讲话。阮笑东南派正人君子欠勇气啊！看着姐夫，姐夫挖头做义气，阮嘛西北派妖魔鬼怪无良心啊！想袂到，姐夫甲阿姊忽然间好起来，真奇怪，冤家到尾哪会变亲家？阿母欢喜，咧锁着阮的头，学落着阮就是咧牺牲，为江湖正义走总的布袋戏啊！做布袋戏红爱姐夫，这首歌互咱听了，袂输入去音乐厅欣赏到一出戏剧。说了咱今仔日要讲的粵客仔话，就是这句“豬八戒掛耳狗，真臭屁”。豬八戒掛耳狗，真臭屁。这是伫咧形容一个人真爱拼、真爱点，有淡薄仔摇摆、招摇的意思啦。阁有一句“豬八戒照鏡，內外毋是人”，豬八戒照鏡，內外毋是人。这是咧形容讲，咱但是咧做人哦，安尼做毋对，安尼做嘛毋对，有够歹做人的啦。所以豬八戒照鏡，鏡內底、鏡外口，攏是豬八戒，當然就毋是人咯。刷了阁有一句。豬八戒坐無人機，邁到天空頂。豬八戒坐無人機，邁到天空頂。嘛有人講豬八戒坐無人機，邁到天頂去。這是咧講片相，咧講警體講，哦喲，啊，開這人擺甲安尼，邁到豬八戒坐無人機，坐去稱機到天空頂，邁了有10層啦，吼。這幾句的粵客仔話，敢是真趣味咧。咱今仔日的節目當中，有講到俗語，有簡單過來學習一個。一日鹽高豬，高日無豬鹽。我山山崩，我壁壁倒。我豬條是豬母，毋捌抾豬屎，拄着豬老屎。搖人無才，搖豬無台。閣有一句講做人真臭屁的豬八戒掛耳狗，粵客仔話，也閣有公親變事主，啥物攏毋是人的豬八戒照鏡。刷了天真可愛的三姊妹啊，虎城小花蕊。接恁講的俗語是：豬母牽起牛耳，
最后嘛要感谢着新市遮古锥的囡仔兄囡仔姊，用着广播剧，互咱透过空中听因遮的囡仔讲出伊伫生活当中趣味的智慧，甲囡仔学着的口语啦。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的台湾文化咸酸甜。咱这个节目是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咱们K广播电台制作，伫每一个礼拜日的暗时7点 ，FM 89.9准时放送。咱节目到这告一段落，期待后一回再会。